过得更好，过得更好。亲爱的乡亲朋友，大家好，我是婉婉哦，欢迎你收看《台南向前行》。台南向前行这个节目是由咱台南市政府制作，最主要目的是要让咱的乡亲朋友大家对着咱台南市政府各局处的业务做一个了解，同时嘛要来甲咱的乡亲朋友来报告咱台南市政府上新的资讯甲活动，欢迎收看。今仔咱要介绍的是环保局要讲的主题是无烟商圈建制。这要一开始，咱先来看这个影带哈，听看市长要甲咱讲啥物。我们一起来倒数，3、2、1，请揭牌。环境越好，生意更好。咱市长黄伟哲、环保局长谢世杰含着海岸路相关的餐饮业者，6月4号同齐拍开环保加油烟认证餐厅地图，内底有3间环保的餐馆、10间环保旅店、9间台南建会日响应的店家，和32间今仔日受证的环保加油烟认证餐厅。海岸商圈是重要的观光旅游地点，那也是很重要的美食地点。那如果说能够把这个最后这个油烟的这个恼人的油烟的问题能够去除掉的话，那来海岸商圈那就是更好了。所以我们很期待这样子一个政策，这样一个方式，能够以海岸商圈为第一站，然后陆陆续续推动到其他的一些油烟为人所诟病的一些商圈也好，市场也好，我们希望说能够把这个部分持续推广下去。黄伟哲进一步来表示讲，海岸路是台南市介出名的观光景点，含着美食的所在。今年环保局辅导了23间的餐饮店家，装设油烟处理设备，含着油脂揭露器，所以现在是已经有32间达到标准啊。这也使得咱一档会当减少1090公斤的 PM2.5。经过环保局的估计，一年大概可以回收1050加1公吨的这个油脂哈。我们觉得其实这如果能够达到这个效果，对于净化空气，而且对于这个环境保护有深层的意义。环保局表示，透过着认证餐厅地图，让消费者不只是吃到美食，也吃出健康。环境越好，生意更好，赞！好。台湾人的饮食吼是煎煮炒炸吼，那么这种的煮料理的方式吼，互咱安尼有个厨房内底可能个饮品棚吼，油烟遮尔那济吼，当然对着咱身体健康吼威胁是上介大吼。那么咱台南是以美食闻名全世界吼，作为一个美食之都啦吼，咱除了讲互游客来到咱这个城市会当享受美食以外，嘛爱互这个游客吼有一个好印象，感觉讲吼咱这个城市是一个先进的城市哈，那么要安怎讲是一个先进的城市，当然啦哈，这环保都是一个最重要的指标。咱台南市政府啊，配合了咱这个环保署的政策，即马咧推动吼这无烟商圈的这个建制哈，那么要来鼓励咱一寡吼餐饮业者吼来装备着这防治的这个设备哦，就是这油烟吼防治的这个设备啦哈。那么即马呢又个来选定伫咱海岸路吼，这个所在的一寡商家吼，变成爱做一个示范的这个商圈吼。请来咱希望讲透过这个政策，互咱台南的天空吼，会当吼净化吼更上一层楼啦吼，互咱变成是一个吼不只是有美食之都的这个名称，而且嘛是一个足健康的这个城市吼。那么伫今仔日这个当中，咱特别邀请到咱环保局吼科长杨朝全科长来跟咱做伙探讨这个议题。科长你好，元节好，还有电视机前观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平安。是，那么讲到这烟害啦吼，尤其是讲这餐饮业者，有阵时吼，我感觉也做无奈吼，因为为着要顾三顿，要顾八肚吼，因选择着这个行业但是呢，有阵时就是咱吼，差拄我都有讲过啊，咱台湾的这个美食的这个方式，就是拢煎煮炒炸吼，那么这就方面就是讲，拢会做侪油烟呐吼，有的商家吼，但是讲餐厅吼，若是这油烟
出去吼，像有当时啊，臭豆腐啊吼，上面的那臭豆腐吼，它那个味道很重哦。那么有当时啊，拢会引起吼这厝边隔壁吼会抗议吼。那么啊，搁有啊，我咧想应该不只是这臭豆腐啦吼。啊，有的人就去环保局，因为即马大家拢有意识抬头吼，啊，拢知影讲吼爱去环保局检举吼。那么我咧想，咱环保局这应该嘛接到足侪吼这种的案件，然后是不是给咱举一些例子，大概会有发生的是哪一些？哦，是，其实环保局咧处理这个餐饮油烟的异味陈情的部分吼，即马目前以咱台南市的统计，到目前这餐饮业油烟以咱的陈情占前3名第3位的，高达第3位的陈情案件数啦，18%。哦，都足侪哦，伊足侪。啊，因为咱知影食一定爱互咱附近的徛家方便嘛，啊，伊拢伊徛家的附近，啊，伊无处理好的时阵，伊油烟无处理好，伊会影响到徛家，啊，无了人迄路经过的人，嘛会感觉讲这油烟对伊来讲受不了，对对，啊，受不了，伊就会透过咱的政府机关来帮忙处理伊遮解决伊遮的问题，哦，啊，即摆阮看到的问题就变讲，因为咱这些小吃店大拢会在做，是讲成本大甲少咧，因为也低标，它的那门槛很低啦，很低啊，因为美食嘛，啊，游客嘛多嘛，咱市民嘛，外食族嘛足多，啊，所以这个部分是嘛，算讲台南的特色啦，对，也是一个经济命脉啦，对对，啊，所以这个问题就聚集了，那聚集的时候，因为小本生意大无钱赚了无济时阵，伊就先咱一般的抽油烟机啊，蒸汽就开始对都卖啊嘛，啊卖的时阵伊就无处理啊，啊伊无处理时阵就影响啊，哦啊，即摆目前大部分的问题拢是安尼，哦不管是自助餐中式的，还是西式的牛排馆，啊烧烤业也是。炸鸡排也是，哦，这些都是常常被陈情的案件。就是讲吼，咱即马吼，一般人诶，这个权益啦、意识吼，咱嘛抬头吼，大家拢知影讲吼，你对着咱的身体健康有威胁，啊，当然啦，吼，大家都拢会家己去吼，家己保障家己的这个权益啦吼。啊，我咧想，伫徛伫政府的这个立场吼，嘛希望讲，互咱这些商家吼，大家拢是伫个标准之内吼，安尼袂影响到别人的健康吼，袂影响到厝边隔壁啊，佫会当保障家己啦吼。那么咱若想讲咧推动这个认证啊吼，要安怎这个标准是啥物货吼？是毋是嘛？甲咱的乡亲朋友做一个介绍好无？是，但乡亲吼报告者，其实咱台南市政府环保局遮会设一个制度叫做认证，啊，其实这认证就是过去就头讲的，互订正案件足济，啊，其实政府嘛毋是讲伊处分啦为手段啦，应该咱来负责伊提供优质的用餐的环境，吼，咱来食，吼，这人可以来食用餐的时阵，也在足舒服的去用餐的品质，啊，所以以我们这样来推这个认证的，是讲过去陈情有装两个设备的是静电集成器或水洗设备，哦，伊真的可以降低77%的公害陈情数，哦，是啊，所以我刚刚讲，看了这个立基点的时候，我市政府义不容辞，还可以来设这个物件，所以今晚目前台湾各县市，咱台南市是走在头前的，咱希望讲以福德的角度来福德这业者能超前部署啦，今晚市场点拢爱超前部署，互大家拢会使生活空间品质如何安尼。所以好多你讲的啊，去用陈情的迄个就降低啊嘛，是，安尼你的罚单就减开就几落条。哦，要紧。哦，迄个商家伊嘛会较袂去用处罚啦吼，因为好多咱课顶有讲嘛，这开罚单迄是最后不得已的手段，绝对不是最大的目的啦吼。啊，有当时啊呢，就是讲人厝边隔壁咧甲你检举。徛伫环保局的立场，你嘛袂使无叮当啊吼！啊，所以吼，为着要大家吼三方啦吼，就是讲，咱环保局啊，商家啊，佮有厝边隔壁吼，大家拢快乐都高兴吼，咱开始去推动吼这个认证啊，这对着商家，其实像他拄我讲的啊，你减开一张罚单吼，迄嘛是你的成本咧，吼，啊，佮有啊，我想一定啊，佮有做侪好处吼，咱科长。
甲咱的商家咧报告一下，互因知影佫较侪即个好处。其实吼，我咧上这个商家认证的时阵，就头讲诶，伊第一个目标就是变讲附近的徛家伊袂起来订正，袂去订正的时阵，你就无互干扰啊，无干扰的时阵，你的情绪做生理的情绪会愈来愈好，愈来愈好啊，所以你的做生理的态度了会来为正面啦，这是第一个。无有一个人澄清者一直来澄清，你要做生理都要应付这样的物件。啊，第二个，你用餐环境很好的时阵，其实台湾市政府上认证，希望讲透过这个认证，你小本生意真的是资金不够，然后我们可以透过补助，我们现在有49%的补助金额，然后我们欢迎。那你财力够的话，你们就自己去装，所以只要具备水洗设备，还有静电集成器，还有油脂结合器，可以获得我的认证。我们会这样一直在推动这个制度。那么就是讲，咱设这个认证啊，这个制度差不多有偌长时间啊？现在的效果怎么样？阮选海岸路即摆应该是讲6月初4，市长有去主持记者会其实阮即摆上午32间有取得这个认证，那其中11家是我们去辅导而取得认证的，那其中有够难能可贵的讲，21家的店家，伊是家己主动去装这些设备，阮拢来扣一百，希望来打造整个海岸路，它能营造它是一个低油烟的一个商圈所以好多咱讲的就是伫迄个算讲即马第一个展示的、第一个示范的是这个海岸路这段嘛目前算开，你讲的20几间，佮加上恁去辅导的有10几间，拢总有32家、30几家嘛这比例应该伫迄个海岸路嘛算足悬的还不错。那么就是讲，头拄啊，我有听到科长讲啊，你就是讲咱有解迄个算讲补助，对我本来想讲，当然啊要这个设备要这个设备，这个设备它的价位会不会很高当然咱即马若是讲市政府各有解补助的话应该是较免啊讲降低伊的成本啦但是家己嘛是还佫有一寡这个成本，但是当然啦这对于这商家来讲虽然是一个投资，但是这个投资下去无定你人可以买对咧坐嘛人感觉讲你是一间。但是像我今仔日在食一个餐厅还是讲一个类似路边摊可是我进去的感觉又像那个饭店的迄种迄种高级的迄种感觉等到互伊感觉讲我伫这个所在食的物件无输去大饭店嘛无定着呢伊的迄种消费意愿更较悬那么对着家的这个设备啦你头拄讲有差不多补贴49%嘛补贴49%等于要一半嘞那么另外这一半就是爱这个商家啦那么这商家对这普遍因有感觉讲做大的负担？有部分是感觉讲伊负担嘛大啦，我来解释互伊听啦。我先来解释咱的这设备的功能其实咱即摆就头讲的，咱的美丽主持人有讲就讲咱的静电集成器啊，这个防治设备，其实阮感觉有效果是静电集成器那伊的原理就是变讲，伊第一关就是油烟入来的时阵，有一个网网伊的大颗粒，那油烟伊的过程是安怎产生的？咱高温蒸的时阵油也变油污雾地，伊的雾滴会足细，足细就是影响咱的健康不管是煮食迄个厨房的工作人员，还是咱用餐环境，伊透过这个原理也行第一道过滤，过滤了时阵，伊才有一个电极线，也产生电压，以后油烟产生正电，那正电了也经过这集电板，伊的集成板加伊的负电也怎么 keep。keep 了，它油的雾滴，伊就在屋家造出来，变空气的原理。这是集成。我懂了，我懂了。我本来就想讲咱的迄个讲我们看迄种餐厅迄个外口迄种商家，伊拢用一个油烟管，做长的有人遐个用迄个
那个水沟来是对，还是讲往天空哈、那么还是有油烟嘛，是可是靠过这个机器的时阵，就出来的时候就变成是干净的，比较干净就。类似咱那种空净清净机的是对艺术，有一点嘛是类似哦。我现在懂了，我不能想讲伊可能是要给它摆去上面所在，没哦，原来它是把它净化艺术。是，其实伊的原理跟咱厝的厨房同款意思，有一个抽油烟机，伊嘛是要透过抽油烟机，抽出来的空气就有才经过，伊就要透过这个设备来把油烟降低，伊的原理是安尼，才爱呼吁咱的店家吼，有装这个设备的时阵吼，逐工爱看者伊的这滤网看有满无，爱清，每3个月请业者吼去帮你保养一下，伊的功能还会维持啊，我懂。那这样子的话，哈，是不是对着伊底下咧煎煮炒炸，迄个厨师啊，伊本身的健康嘛有帮助，有帮助，对不对？哈，厨师，哦，不是讲看那个油，我们本来是排油烟哈，就是把那个油烟排出去而已，是，好像对那个炒菜的人哈，比较较健康啦哈。可是听科长的介绍了，咱知影讲，其实它等于是把它净化，好，净化了。就是它排出去的空气也是干净的，也不是脏的。对，好啊，咱徛伫内底咧煮食迄个人，伊吸的空气嘛是清气的，所以哦，这实在是一个这个投资哈，应该是很，那个功能，那个效益很大。为什么？即码肺癌很高诶，那个肺癌的迄种那个罹患率很高哈。啊，虽然目睭看袂到，你的肺脏是不是有病变啦哈？但是咱多一个防备，总是多一份这个安全啊。就是讲，咱有装这个有时阵，不是看他对外口这个邻居，还是讲路过的人有交代，其实对咱健康是第一个那个受益者。对，他就是第一个受益者啊，因为有健康的身体，好都趁钱啦，对，是啊。所以这种投资，我觉得应该是应该爱啦哈。一个想要登万的哈，真的你现在花了一点点钱，但是第一个受益的就是你家己嘛，好健康，我感觉这是上重要的。对，啊，第二个吼，设备我来介绍者。第二个设备就是水洗机啊，伊嘛是咧处理油烟的吼。啊，伊的原理就是讲，咱咧抽抽油烟机这样抽，伊会抽到遮的时阵入来，入来伊内底会喷水雾，伊会利用迄水雾吼，会把迄油脂把它往下沉，伊才会产生废水，伊都有诶较细腻的迄油烟，伊就往上飘，伊才做一个滤网，出去嘛是干净的空气，这我们希望讲业者店家装的是装了，爱1个月至2个月保养一届，效果会较好。这水吼，爱呼吁一下，这水毛直接搬喺水沟啊，因为伊嘛有油垢啊。希望拢透过阮等下介绍第3个设备啦，就油脂节流器的部分。伊安尼水沟咱还袂塌掉，无每个咱咧强降雨时阵，咱毋是饲苦，咱会积水，就是这有当一部分才造成啊。所以你们到时那个美政府讲无去清水沟，拢是咱家己造成的。所以我为什么推这个认证哈？一举数得啦，对，一举数得。好，这就是头主持人咧问的，就是讲伊的成本到底要偌济吼？其实纪念集成器，以我目前伊个业者咧统计了吼，伊的费用吼较俗2万至15万，看你的规模，你的规模较大的时阵，就爱15万，所以看你的生意做大还是做小吼，伊的处理效率都可以高达95%啦，意味60吼，这个部分会使参考，巨细的部分就是讲油烟处理效率可以达到80%，至于意味较悬一点70%，成本较悬一点，上爱加5万，上爱悬15万，这拢咱的店家会使去参考者，会使去比较，每一个设备有伊的功能，甲伊的特质这才个这个成本，第3个就是讲油脂节流器的，像阮讲的部分就变讲，咱煮食了，拢会洗物件、洗鼎迄拢有油垢，对，油垢，阮希望，阮咧这个认证来讲，这嘛是重点，因为咱这煮食的环境无好的时阵，
尿气啊啦、对嘎抓哦，那种环境卫生就不好了。对。他用餐的，只要一看到这种环境，你要行李要偌好，对我嘛无他相信。对。所以咱基金会设这个制度咧，希望讲业者要有你赚大钱，所以小小投资啊，伊的原理是足简单咧。咱的排水管，不管你要地上型还是地面型，伊拢有业者拢有那种量身定造的设备。伊这水管入来时阵，菜渣固体物也先咱们家不锈钢网。所以这边种科技啊，来了点落，点了第二道的部分伊会铺油下来，铺油下来，第三道再沉下去，这就变它清洁水啊。伊的原理就是安尼处理。这爱呼吁的，逐工爱看你的固体物、你的残渣啊，这厨余啊，上面拢爱捞起来，油垢爱捞一捞。因为我有发觉讲，有人规年汤体无去用的时阵，规个拢变类似人讲地油安尼，地油安尼，就规球啊。所以伊有这个原理安尼。所以这种什么类似咱的迄个污水处理厂。对。厝内底就咱的商家家己都有一个污水处理厂，简单的。唔免你甲排去到集中伫安尼迄个污水处理厂，咱家己个人的所在，就先做一个污水处理。是。所以这环保啦人讲如果我讲来讲，就是讲这健康就上重要人讲趁钱有数啦说明爱讲有个人是我一直拍拼趁钱，到尾钱拢开去。医生无采安尼你辛辛苦苦本来是爱好好享受，结果遐钱拢开来互医生这个是不值得。但是咱伫头就开始做一个，算讲这个投资这对咱家己的健康是一个投资对未来，咱若减少去迄个环保局甲咱开罚单是隔壁厝边隔壁甲咱减固啦这个大家都是不愿意的啦。那么咱怎样这煮食有中式的啦西式的啦什么种式拢有啦，尤其是咱台湾我即摆看咧几项迄落越南的印尼的当然啦，这种煮菜方式拢差不多啦就是讲有的较有油烟有的可能是什么种的迄个排量较大那么对着这种不同的迄种煮菜的这个方式咱环保局安怎建议伊用什么种方式来降低油烟？咱头有介绍两个较大部分店家较常用的设备有静电集成器，其实中式讲起来中式上面方式的就是说炒、煎、烤、煮，它都会有，它所有的方式都在中式都会发生。而且他建议说，它可以装静电集成器啦，对于它适用啦。那至于说是属于比较有异味的臭豆腐我们是建议它装水洗的，还有外加静电集成器因为有臭味都有油烟啦。所以如果咱讲的迄会当分别，会使前后搭，你会当买一项就好嘛会使买两项。像西式的牛排馆，伊就是蒸俩，就静电集成器就够用大概是安尼啦。伊味较臭的部分，我是一直加强建议讲，伊爱装水洗设备啦。对啦，因为你无装我实在讲的免偌久，你就是用减机啦。是啊。你到时候大家伫遐边闹边吵。到厝边个边你处得不好说实在的你要踮遮做生意，你也歹做啦。那么就是讲咱对这商家啦伊若是讲已经有投资这设备嘛是不是咱市政府会当帮因稍微宣传一下，让民众知道说，那像讲有一个认证你个贴一个标示我这一间是什么样认证？那民众行过看这个标准不错，那我们进去吃可能比较安心那么咱市政府安怎改迄个推广？这届咱以汉路推环保低油烟商圈我有结合所有的环保店家拢入来。这些环保店家其实目前我有做一个地图。即摆海岸路咱有地下停车场，我有9个出入口，那我把这个地图打一下。电梯内底嘛有打这个地图，希望不管是外面来游客，还是咱的市民来这海岸路这个所在要去咱咧逛历史古迹也好要去享用小吃也好，会使看咱的地图。咱的地图就是有环保餐馆，环保餐馆，还有每月台南市环保局上每月的1日
的减废日的那些店家，还有环保旅店，还有包含我们这次32家的低油烟认证的一个店家，它都会在这里面。那我们希望透过这个部分来整合资源，像目前环保餐馆，像环保署有送来讲，来这环保餐馆来用餐的时阵，伊会在补助50块，也在拿到50块的绿点，那绿点可以去买绿色环保商品那些，所以我们就是整合这些资源，希望店家来配合这制度，可以达成附加的价值跟效益啊，让这多赢政策，对多赢政策，那每月1日的减废日其实我们台南市政府环保局嘛，设一个活动啊，希望来去这些店家享用的时候打卡，我们上海会使抽 iPhone 11的手机，所以每个月嘛会抽奖，抽全年礼券，对，这就是要加有意愿参与环保店家的这业者会使来参与，我们提供一个小小的诱因，让这些人客来去用餐，互你会使趁钱，所以我们今嘛就是实质的一个补助诱因是会这样来方向来进行希望呢让整个打造我们这个海岸路呢是一个比较舒适又可以去逛的一个商圈，对，又具有环保，对。而且用咱一开始虽然有小小的投资啦，但是这个投资出去回收的搞不好比你投资的还要多啦，因为咱市政府嘛会帮你撒啊，帮你推广啊，民众消费者知影讲，恁这间这个餐厅有标章的那么这对着咱这的民众大概意识抬头的是，大概知影讲，这种至少它有认证，对我就是我去消费的时候我比较安全那么就是讲咱环保局家安那个去来辅导咱家业者，佮有啥物管制就是讲这商家佮有啥物管制的方案？其实我要呼吁就头讲的其实陈情案件入来的时阵其实咱政府部门应该是要依法行政对。即摆以咱黄伟哲市长以及咱讲，这店家我们真的还是以辅导为原则啦，处分为手段啦。咱未来其实阮即摆讲空气污染防治法这个法规来讲，店家准无装防治设备造成油烟还是异味，影响到附近的徛家也是人民的时候，伊是会处分的所以这第一个关键这是法规。第二个就是讲，过去传统的店家伊会打咱的油烟排入的水沟即摆嘛是公告袂使安尼做啦，这嘛是用处分，因为水沟就我头讲的，咱水沟油烟卡上济时阵，水沟塌掉的对，所以这是第二个部分。第三个部分就是讲，其实台南市101年的时候，咱是取得低碳城市其实我以去年108年，咱的低碳自治条例有针对一定规模的餐饮业，来准备一寡防治设备。那未来我即摆准备的行政程序要预告公告，未来可能110年的公告了，迄阵就爱强迫大家爱去装这设备，来打造咱的优质环境是，今仔感谢咱杨朝全科长甲咱这无烟商圈的建制介绍遮尔详尽那么嘛，感谢咱乡亲朋友你的收看，我是婉婉，台南向前行，我们下次见。